公營醫療服務全面改革。政府公布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改革詳情，新收費將喺2026年1月1日生效，其後每2年按照現有機制檢討收費水平。今次改革最受關注嘅急症室收費，診症費用將由而家嘅180蚊加到400蚊，但屬於第1、2類分流嘅病人，即係危殆同埋危急病人可以獲得豁免收費，同時亦引入按項收費服務，例如放射造影3級制，即係基礎項目例如 X 光檢查等會繼續免費，進階項目例如超聲波、乳腺造影等收費250蚊，高階項目例如電腦掃描、磁力共振等收費500蚊。病理檢驗方面，基礎項目例如血紅素、肝功能等繼續維持免費，進階項目例如免疫系統抗體收費50蚊，較高端項目例如涉及基因檢測等收費200蚊。呢個只係醫療改革嘅第一步，可見未來公私營醫院嘅收費只會繼續上升，建議大家盡快檢視下相關保障同儲備夠唔夠。